保羅喺殉道前喺監禁中寫信俾提摩太，話：我現在被澆奠，我離世的時候到了。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。從此以後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，不但賜給我，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。讓我哋一齊行入保羅生命嘅最後一段路。喺嗰個冰冷嘅監牢裏面，喺一個快離世、俾人遺忘嘅使徒身邊，我哋睇見新約形成嘅一條重要線索。新約唔係從成功人士嘅海船故事裏面冷冰冰咁樣產生出嚟嘅，新約有好大一部分係從監牢、眼淚、分裂、和解、陪伴、殉道裏面流出嚟嘅。保羅話：我而家被澆奠，呢個係咩意思？澆奠係舊約獻祭裏一個好深嘅畫面。當祭物已經獻在祭壇上面，祭司會將酒澆在祭物上面，酒一接觸到祭壇嘅火，就即刻蒸發，化作香氣，升到神面前。幾秒鐘之內，成樽酒倒空，消失。保羅用呢個畫面講佢自己嘅死，佢喺度話：我嘅一生係一個祭。而家最後嘅酒正喺度被澆上，毫無保留，完全倒空，化作香氣，升到神面前，完成了。保羅嘅晚年一啲都唔浪漫，喺同一封信裏面，佢求提摩太：我在特羅亞留於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。保羅，一個年老嘅，一生被鞭打、被囚、被石頭打過嘅人，而家喺冰冷嘅羅馬監牢裏，需要一件外衣保暖。佢又話：獨有路加喺我呢度，曾經一大班同工，而家身邊只係剩翻一個。但保羅就冇苦毒，佢喺呢個被遺棄嘅時刻呢，仍然紀念提摩太，仍然想見馬可。你嚟嗰陣時要將馬可帶嚟，因為佢喺傳道嘅事上面於我有益處。呢一個馬可係邊個？馬可係巴拿巴嘅表弟，後尾佢成為保羅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嘅助手，但佢中途離開咗。聖經冇話原因，淨係話佢離開佢哋返耶路撒冷去。咁所以當保羅準備第二次宣教旅程，巴拿巴想再帶馬可，保羅拒絕，佢認為一個半途離開嘅人唔可靠，兩個人為此大大爭執，甚至分道揚鑣。保羅呢同佢最親近嘅同工巴拿巴分手，原因之一就係馬可。喺保羅眼中，馬可曾經係一個不成熟、半途而廢、不能信任嘅人。但係多年之後，保羅喺死牢裏邊寫下呢句說話，要將馬可帶嚟，因為佢喺傳道嘅事上面於我有益處。早期教會傳統 Bishop Irenaeus 認為馬可後來成為彼得見證嘅記錄者，將彼得親眼見過耶穌嘅見證寫落嚟，咁卷書就係馬可福音。喺馬可福音中記載咗一個喺耶穌被捕當晚抌低麻布、赤身逃走嘅少年人。呢段看似唔重要嘅小插曲，只係出現喺馬可福音中，因此傳統上認為呢個係馬可本人嘅隱蔽署名。馬可第一次宣教旅程逃走離開保羅，而喺耶穌被捕嗰一晚，佢可能有一次逃走，嗰個赤身逃走嘅少年。馬可係一個習慣逃走嘅人，但係呢一個習慣逃走嘅人最後冇逃走，佢留咗落嚟，記低彼得嘅見證，寫成咗馬可福音，而且佢喺自己嘅福音書裏邊誠實地記下自己曾經逃走，佢冇隱藏自己嘅失敗，佢將佢寫在聖經裏面。
因為佢知道恩典淨係喺呢度，神使用悔過嘅人。底馬走咗，馬可曾經走過，但有一個人喺最後仍然留低，獨有路加喺我呢度。路加係保羅嘅長期同工，喺使徒行傳裏有幾段用我們嚟敘述。我們想要往馬其頓去，我們開船，我們到咗羅馬。呢啲我們顯示路加親身陪住保羅走過其中重要嘅路程。從進入歐洲到嗰場海上嘅大風暴，到最後被押解去羅馬，路加都喺度。到最後監牢裏陪住保羅嘅，只剩路加。而呢位路加寫咗路加福音同使徒行傳。路加福音嘅視野同埋保羅一生向外邦人傳福音嘅使命深深呼應。保羅係外邦人嘅使徒，佢一生嘅使命係將福音帶俾猶太人以外嘅全世界。而路加福音嘅家譜咧，同馬太福音唔同。馬太福音嘅家譜咧，從亞伯拉罕以色列嘅先祖開始，但係路加福音嘅家譜咧，就一路追溯到亞當。最後話亞當咧就係神嘅兒子。亞當唔係猶太人嘅父，亞當係全人類嘅父。路加喺度話耶穌唔只係以色列嘅彌賽亞，耶穌係全人類嘅救主。而家我哋回頭睇保羅嘅書信13卷，加上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使徒行傳，咁按卷數計算呢啲加埋呢，已經超過新約27卷書嘅一半㗎喇。巴拿巴、馬可、西拉、路加、提摩太、保羅、彼得，佢哋唔係世界眼中嘅成功人士，但係喺神嘅眼中，佢哋係忠心嘅侍奉者，係蒙神悅納嘅人。呢個就返去保羅所講嘅，我而家被澆奠。保羅嘅一生就係一個倒空嘅生命，佢冇將自己留俾自己，佢將自己倒返出嚟俾基督、俾教會、俾外邦人、俾下一代，到最後連佢嘅死都成為獻俾神嘅祭。保羅一生係澆奠，佢將自己完全倒空，化作香氣，升到神面前。而家佢邀請我哋做同樣嘅嘢。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羅馬書12章1至2節。或許今日你覺得自己好似馬可咁，曾經俾人認定唔可靠，或似路加咁，只係喺冇人睇見嘅地方默默留低。但喺神眼中、世人眼中嘅失敗者，可能正係佢要使用嘅人。最後，保羅同同伴們行嘅係十字架道路，我哋願意行呢條路嗎？願神賜福俾你，阿門。